阿头啊，妈，你係唔係要返去同我講？我低調東西都放什麼？唔怕，總把水給片，有東西好食。媽，要被加油了。可以啦。加油！加油啊！第三鋪啊！学吧。教练，哎，要不太卡死。行李啊，行李。什么布里斯宗？太卡好。哎。讲嘛，教练，布里斯宗没了经验的呀。爱迪啦，不用跟我说这么多。韩国队的防护员编制，他们规格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只是比照办理而已。还有我们饭店离馆场太远了。我的球员必须得到充分的休息。好。亚同师，真经一系列都冇进步。他个喊得好啊，而且现在有你加入了，一定会好的嘛。俺迄讲，你对啦。俺讲正经的，自从安东解散之后，这群女孩还愿意继续坚持打下去。大家都在说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篮球精神。而且现在舆论的反馈也那么好，我是觉得啦，蓝总这台老车要动起来了。大家之突本单就爱有意去改变，时间长不喊得好。歹势哦。然后迄老球牌恐用按讲讲。同志，我来做乜街啊？也太假做的哦，送分。要係唔打到冬天，也係冬唔爽的時節，俺球隊老人加油哦 ，feel 過加算吧。給出100%。安子說，唔會啦，以下會按應徵，哪要強呢？真經安子說，
什么做到担来嘅事情，甚至并爱交代嘅喊卡多。季后赛就搞不赢在大家好好享受，像性格水命强用，是有实在。加油啊！怎么样？给他转去啊！好了，加油哦！来我哦。对啦，给他转去。球吃篮球狂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阿牛哈塞哟！今天的亚冠杯开幕战将由中华队对上地主韩国队，现场涌入1万名的韩国球迷。开局以 bubble 为主，林童随球之后的挡人一定要确实。中锋如果秀出来，记得变速切入，吸引协防。佩文这边3分会有空档，其他人也要动位，外线有机会就出手。好，来。 中华队加油！韩国球迷的加油声，连在台湾的我都感受得到啊！中华队今天是否能够顶住这个压力呢？唐海共，你是凶案的，听听也来。比赛要开始了，怀4垒，希望中华队可以血耻成功。跳球之后，林童拿到了球，金智英也马上粘了上来。韩国队一开始就不打算给中华队任何机会，林童尝试突破，他必须赶紧把球交出去呀！ 哎呀，韩国队超前断球，这是2人小组的快攻，漂亮的背后传球，金智英轻松2分放进，立刻炒热现场的气氛。这种时刻必须更要平常心啊，林童。虽然林童是国内联赛的看板球星，但也仅仅是他第2次参加中华队，看起来他还是很紧张啊。 中华队刚刚把球运过半场，韩国队就上来包夹，必须要有人上来接应。再这样下去，中华队会打得很挣扎、很辛苦的。韩国队上篮得分，中华队还赔上犯规。犯规不应该干什么啊？ 带动全场球迷帮自己加油，真的是全主场的优势。林童能否顶住压力，稳定发挥，会是左右这场比赛的关键。专心，专心。蛮丑的，对吧？等一下就会变成图书馆。等一下我们2个交叉，我会找到空档。 不用，把球给我，我会过他。下档！林童要队友拉开空间，想要靠自己的单打能力突破了。金智英完全不给林童机会，直接毁掉他的上篮。
韩国队的情搜很充足，就是宁可让林彤上罚球线，也不让他轻松拿2分。就看林彤是否可以突破心魔了。 WTBL 冠军赛进行到一半，海丰持续领先中。这个球经过挡拆之后，球又交到了乔伟的手上，3分进！哇，自由飞鹰的节奏还是没有打出来哦。不过这也不能够怪他们，毕竟这是他们第1次的季后赛，其实能够走到这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 安怎啊？新的班哦，从头表啊，不用可来打，这周末本人来叫啊，哈，都在吃油饼，还吃油包盐条啊，冇灵通冇志气，你就像安尼哦。阿韵啊，来看东惨哦。 油条那么，油就要用啊。好，教练。小云啊，你打球打很多年就要三吹哈，含沙么？哈，阿美姜木做本北京来看啊。人家唔要拜托啦哈，认真打啦哈。 走的嘛，走的。加油！第一罚没进。 14年前的阴影还存在吗？没关系，还有第2罚的机会。李佩文比了换人手势，是不信任林彤吗？但子琪教练不打算换下林彤，选择继续相信他。子琪教练应该是希望林彤自己面对，自己去解决压力吧。 第2罚刷框还是没有进，看来韩国队今天会从林彤这边多做文章了。回吧，回吧。怎样啊？你不好好打球啊？推几次啊你？林彤，冷静一点。 的确，韩国队对林彤的小动作越来越多了。很挑事诶，惊年纪，其他都早讲用的吼，免唔会打得几场。不过韩国就会按松用金智英来打帮。俺要本期打帮大家。哇，这个撞人竟然没有被吹进攻犯规。 然后防守球员也不让林彤轻松的出手，宁愿把林彤送上罚球线，凭他的罚球命中率，林彤到目前为止罚球线上8罚0中，对中华队和林彤来说都很伤啊。什么最强高中生啊，烂咖运动员，中华队怎么会找这种烂咖来？你的心理素质不够坚强，你就是抗压性不够。
球员在亚冠杯球场上面崩溃啊！过来，来吧，过来，过来。中华队的进攻也一直施展不开，分数持续落后，林彤看起来心态也崩了。今天如果输球，那明后2天可是要连胜菲律宾和黎巴嫩，才有机会晋级。籃球唔係一散嘅運動，咩唔係五散嘅運動，係攰水強下嘅。我嘅問題，我可唔可以上床？咁乜解？捱講，我嘅問題，我想咩上床？我乜人上床？盼望第一本人結聽，我愛乜人上床，乜人就會有貢獻。係講，一從嚟冇法都上床，但超唔掉應該打球咧。海丰的防守非常的压迫，一直贴上来。蔡乔云看起来体力流失了不少，现在速度带不起来，球也传不出去，这样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要让海丰带走了。进攻时间也快要到了，要有人赶快过来接应啊！啊，这种出手真的是不应该哦。现在海丰有一个转换快攻，不到3秒的时间，简单拿了2分。持续把领先给扩大。阿云啊，又滚，都晚黑困啊。加油啦！辛苦诶。同志，你知道唔摕第一咧？你先比賽啊！你張黑教練上杯還有藍總，出了乜嘅事情，我就要負責。佢講目標佢來打，就睇打雙嘅裁罰。像無想要一裁罰。古時候人一下喺二郎嚟講，唔中意打籃球，打籃球動艱苦。聲音啦，唔係去中意籃球。中意有乜解好？係像無學識一條路。一條路。其實做得影響同多人，分同多人希望，就算冇合適，咩做得做到同好啊！切，莫做看吹油，早已愛傳。佢條東向書，向書佢條刺架嘅裁罰，還有佢條語言家用嘅人，佢條咩東向書啊？
在飞鹰还是落后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哦，防守还是非常的压迫。蔡乔云跟陈玉君都有机会抄到这个球，哎呀，两个人撞在一起了。现在两个人都倒地不起，看起来伤得不轻哦。这对飞鹰来说真的是一个坏消息啊！阿信，你忘了吗？啊！走开！等一下，教练，我拜托。坐定！我真件无事，我同学我喺上床，教练，拜托，我喺上床，我喺做得到，我真件同学，教练。那边痛，披着在隔壁的迄太阳嘛，拄到一粒水咧，竟还红红。之后过来，Q 做点传来，好，去个头。有拳击有用的吗？我阁看一下，不过不按照现爱，免袂分去上床。教练，我真件同学我喺上床，教练，我真件想喺上床，教练，拜托我喺上床，教练。这条边吹搞本人，会用做嚟输体。再讲一次。这条边吹搞本人，会用做嚟输体。蔡教育，你好嘅嘛？好嘅就冲手，我讲卖傻傻嘅，蔡教育，行行。有拳击，唔是笑。不一样。相信大家。错啊，不一样嘅。冲啊！不一样。错啊！有拳击，相信大家。不一样。相信爱。冲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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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！陈玉君的受伤反而是激励了飞鹰队。现在全队是点点开花，打的海峰是措手不及。不管是远投近射，还有这个拉杆上篮，分数都一点一点的追进。在张奶茶跟蔡乔云这两个3分之后，现在追到只剩1分啦。时间只剩10秒，飞鹰现在落后1分，比赛的胜利究竟会鹿死谁手呢？
李晓雯这个球绕过掩护之后出手，可是球没有碰到篮筐。但是还好，这个球张文欣捡到篮板，捡到篮板之后交给奶茶，奶茶现在又交给蔡乔云。绝杀球，自由兵拿下冠军赛的第1胜。谁能想到，在这个球季之前，他们还是一支准备解散的球队。不过现在他们有机会可以拿下联盟的冠军，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哦。子熙教练重新把林彤换上场了。中华队虽然还落后20分，但是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们不要放弃。最后一节我们还有机会。一样是林彤从后场带球，韩国队的防守依旧是非常的黏。林彤，空档给啊！林彤突破包夹，往禁区里冲，他还是想要自己来吗？把球传到外线，3分球出手进！林彤漂亮的助攻。林彤带动中华队的球迷帮台湾加油，瞬间富山球场都是我们的声音了。中华队醒了过来，切入还有3分，远投进，千万不利，分数急起直追。哎呀，金智英制造了一个进攻犯规，中华队节奏不能够被带走啊！我这个拐子却没有被吹犯规，这太扯了，太扯了！这个气势都跑到了韩国队那边去了。对，再来，我们不能够放弃呀！哇，结果被韩国队射进了3分球。又再一个，这2个3分球实在是太伤了。本来追进的分数，现在又被拉开到了2位数的分数落后。比赛时间也剩下不多了，子琪教练会先让主力球员休息，布局明后2天的比赛吗？今天就先这样。林彤，你跟佩文先休息，明后天还需要你们，换学妹上。不行。我是教练，我说了算。亚冠杯不是1场2场，我们这样的循环要连续打3天。明后天我们赢的几率更高，赢了一样可以晋级。我今天一定要赢。没有哪一场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输。我们这次的组合打到这样已经很好了。教练，我就剩这一次了。我真的很想赢。剩下的时间也不能改变什么。32秒，绰绰有余。我没打算放弃。太感动了！中华队先发球员依旧在场上，我们没有打算放弃。大家别担心，我们才没有担心。
而且你看，场边的球迷，还有在台湾的队友，他们也在为我们加油。 比赛剩下32秒，中华队还落后10分，真的好想赢韩国，奇迹真的会发生吗？林彤要球，右边45度角，3分外线出手，3分命中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！看来韩国队也有点紧张了，中华队要把握这个气势。李佩文抄到了球，把球传给林彤。 林彤骗起了防守球员，热刀切牛油往里面切，再一个背后 pass， 球交到李佩文手中，外线出手，3分球进。中华队只落后4分了，接下来中华队一定要先守下这一波。韩国队抓准时机，想要快攻上篮，被林彤扇了一个锅子。 林彤马上4分卫士的长传，球传到了李佩文手上，外线出手，3分球进。中华队只落后1分了，时间还剩下9.46秒，中华队只要抄到球就还有机会，全场包夹。 林彤抄到球了，他会传给手感火烫的李佩文，还是自己来呢？林彤决定自己来，往里面切，打手犯规。林彤有上罚球线2发的机会了。 加油！不要放弃，相信自己，加油！加油！比赛时间剩不到2秒，也就是说，林彤2球都罚进，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拿下这一场胜利。就算只罚进1球，我们还可以进入到延长赛。深呼吸。 第一球弹了2下，没有罚进。难道14年前的阴影又再度浮现了吗？阿童加油！阿童加油！阿童，加油！林彤加油！ 中华队赢啦！中华队赢啦！我们真的赢韩国啦！真赢眼泪，真的非常的感动，非常感谢中华队，也感谢林彤，没有他在最后的挺身而出，还有用自己的方式突破罚球心魔，我们不会有这一场胜利。
这场胜利对林彤来说，他等了14年，此刻一切都值得了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GW 的执行长蔡杰森。今天呢，很高兴看到各位媒体先进、品牌伙伴，还有各球团的领队、球员齐聚一堂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见证台湾女篮新的里程碑，那就是呢，由大树人寿还有自由飞鹰携手合作。 成立了台湾女子篮球职业联盟 GW 将在明年2026年正式开打 ，WTBL 也将在今年画下句点。我们也谢谢蓝总以及各球团多年来的支持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联盟的各个球队。先是大树人寿、自由飞鹰、华信科技。 康博创意，最后是南龙纺织。GW 的成立呢，意味着我们已经下定决心，要把台湾女篮送到更远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我想要先感谢自由飞鹰的女孩们。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拼搏、坚持不放弃，就不会有今天的 GW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揭开联盟第一个赛季仪式，有请各队领队上台。等一下呢，我喊台湾女篮，要一起帮忙喊 Girls Win 哦，哦，要大声哦。 台湾女篮 ，Girls Win！ 生意啦，木落三嘛屯落去咧。有事吗？ 什么？嗯。郑旭，对于初本伊倒了下，你都冇人来讲的。嘛该啊？讲你hen啊？嗯？ 嗯？唉，唔怕，危險就好了。陈子琪，危險就好了，危險就好了。 好嘞。
用了呀，用了。那。各位观众，自由飞鹰的蔡乔云今晚有机会达到生涯第100颗3分球，缔造个人纪录的里程碑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没错，这2年来，子琪教练带起一股又快又准的球风，飞鹰的成绩呢是一路领先。3分球进，倒数最后2颗了，再来1颗，停牌啦！哇，蔡乔云今天的手感真的非常的火烫哦！蔡乔云将要成为台湾女篮最快完成100颗3分球纪录的缔造者。蔡乔云接到钱立新的传球，和立马冲，出手3分球。进100颗3分球，180！哇，这个纪录真的相当的不容易哦，而且他打破的就是林童的纪录，这对蔡乔云来说应该是格外有意义哦。连子琪教练都露出了少见的笑容。我想未来在中华队，铁定肯定看得到蔡乔云啦！各位球迷，容我再介绍一次新生代的3分射手蔡乔云。竞技倦怠 ，athletic burnout 就是燃烧殆尽的意思。这种身心崩溃的状态，一旦发生在运动员身上，时常会导致毁灭性的结果。一般心理咨商都会叫患者远离压力源，但作为选手，这等于要他们放弃一直以来的目标。所以，我们不但要保护运动员，但另一方面又要陪着他走出困境，逼着他成长。在这2者之间如何拿捏，是这份工作很艰难却也很重要的地方。讲得很好。那你自己有得出答案的吗？什么才是我们能做的呢？我想，应该是陪伴吧。妈，唔用有无嫌大本啊？你的伤口无缝片呐。来，咱来去吃饭。不过，我还想算足够。啰嗦，伢妈妈根本是上爱吃迄物解的辣炒年糕，好鸡做唔得嘿。做的，来唱说。来，100颗、200颗、300颗，与你同在啦，好不好？哎。现在只要加入会员，我们每个月都有抽球衣、篮球、亲笔签名、球衣小卡，好不好？多多支持我们蔡乔云哦！好。你的名字？瑞珍。嗨。功夫。那个，你刚刚打比赛很厉害。哦，谢谢。没有啦，她是我表妹，然后她现在在南向打球。南向。然后她刚刚跟我说，她之后也想成为跟你一样厉害的球员。哎呦，姐，害羞什么啦？打球很好，好好听教练的话。那个，我想要签这颗球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同学，我们今天只签海报，篮球飞日再来啦。不用跟谁一样。
做自己就好。好。还有，快乐大 Q， 大 Q 快乐。传统，你是讲一下？